嗱，一個人想型想靚，除咗靠呢個衣着打扮之外，內外健康美都非常之重要嘅。所以 keep fit 咧已經成為都市人生活嘅一部分啦。咁但係問題係香港人飲食唔定時，兼且經常生活日夜顛倒，咁想佢哋定時定候做運動，甚至乎係節制飲食咧，的確唔係咁容易嘅。咁可以點呢？嗱，想身形 keep 得好又 keep 得健康嘅話，其實係咪需要啲更好嘅瘦身方法呢？新一代人氣女藝人陳嘉媛 Rose 既有青春又有活力，身形線條又 fit 又好睇，難怪着任何衫出席公開場合都會成為眾人焦點。或者大家會認為係 Rose 得天獨厚，天生有副完美身形，但係原來喺靚嘅背後 ，Rose 係得到一種天然嘅健康修身秘訣，令佢可以全天候輕鬆 keep fit，唔再為以前嘅煩惱而日夜擔心啦。講你知啊，我以前冇咁 fit 噶，買衫嘅時候都要諗下點樣遮住啲拜拜肉同埋個肚啦。不過咧，依家所有問題都解決晒啦，因為我食咗當堂輕當堂瘦，依家 shopping 中意買咩就買咩啦。人人都話想 keep fit 修身，當然係因為怕肥啦。亞洲人容易肥嘅原因，基於我哋以澱粉質同快餐為主要食糧，加上飯後又有其他小食，令糖分同熱量不斷增加，間接提升咗肥嘅機會。要改善呢種情況 ，keep fit 就係最好方法啦。所以依家人人都努力尋找最有效嘅 keep fit 良方。嗱，當大家都好希望揾到最有效嘅 keep fit 方法嘅同時，其實遠喺歐洲咧，又甚至乎亞洲地區嘅人咧，已經開始進食一種天然草本性植物穀物，去幫助我哋嘅身體達到健康修身嘅效果㗎啦。當堂輕當堂瘦係以穀物、海洋精礦、苦瓜粉、洋車前子殼粉同多種萃取物等造成嘅全新修身產品。當中嘅主要成分穀物係穀科類草本植物，含有多種營養。有台灣權威醫學美容專家就指出，穀物對人體有修身嘅功效。我們人變胖的原因最大是因為我們的胃口變大，然後攝取了過多的熱量，然後到我們人體裡面呢儲存起來，然後我們就會變胖。菊益它是一種天然健康的食物，會讓我們的腸胃蠕動會變得比較順暢，我們排便呢就會很順，生理機能就會很平衡，達到生理機能的和諧，對我們的修身呢就會幫助很大。喺 Rose 未進食當堂輕當堂瘦之前，都有試過其他 keep fit 方法㗎。究竟係乜嘢方法呢？以前 keep fit 都會搏命做運動，仲會刻意食少啲嘢添。但我都知道咁樣對身體唔好噶，唔食嘢入邊度有力去做運動呢？不過呢，後嚟我試過當堂輕當堂瘦，知道呢佢入邊原來係用一隻草本植物穀物做成嘅，係可以用天然嘅方法嚟到 keep fit，自然食完人都輕晒，哇個人都 firm 啲啊！當堂輕當堂瘦有豐富嘅纖維，可以幫我哋促進腸道蠕動，令排便更暢順，排走體內毒素，改善腸道功能。想 keep fit 話咁易咯！除咗 Rose 快人一步進食當堂輕當堂瘦之外，唔少香港人試過都讚好啊！以前咧我都唔係好敢食嘢㗎，飲水都會怕肥啦，行出街咧又會驚俾人笑係肥妹仔喎，完全冇晒自信。但係食咗呢隻當堂輕當堂瘦之後咧，真係越嚟越 fit，自信都翻晒嚟添啊！我成日坐喺 office 嘅，坐到咧個肚腩都大晒啦，好咗有呢隻當堂輕當堂瘦咋，食咗而家個肚腩都唔覺啦，我會繼續食佢㗎。朋友介紹我食呢隻當堂輕當堂瘦，佢話係有一種天然嘅植物穀物造成嘅，咁食咗一段時間又確實幾 work 喎。你睇下我依家啲手腳腳 slim 晒，咁夏天着短袖衫都唔怕啦，冬天着多幾件又唔會覺得好臃腫喎，確實好啱我食。當堂輕當堂瘦係經過長時間臨床試驗而研製出嚟嘅全新 keep fit 產品，同時三皇集團更加參與海外嘅研討會，深入探討穀物嘅修身功效。喺會上對穀物有多年研究嘅中山繁雄社長就指出，穀物對我哋嘅生活有莫大好處啦。現代の食生活は非常にバランスが崩れており、その崩れたバランスを元に取り戻してくれる力をこの菊芋は持っております。なぜなら非常に植物繊維が多く、しかもミネラル、ビタミンのバランスを整えている食品だからです。体内の悪いものを速やかに排泄して必要な栄養素を届けてくれる優れた食品の一つがこの菊芋で、それを非常に簡単に取りやすい形にして皆さんにお届けするのがこの食品の特徴です。一個人 fit 咗，唔單止健康，亦會增加自信。好似我咁，身形得到改善，而家仲成為當堂輕當堂瘦嘅代言人。連著名設計師 Doran 亦發覺我成個人唔同晒啊！
其實我同阿 Rose 合作咗2年啦，咁由佢初認識嘅時候，有啲 baby fat 啦，咁啊著衫可能亦都會有啲遮掩點嘅，咁但係依家見到佢就係越嚟越 fit 啦個人，同埋線條越嚟越出嘅，咁所以佢着衫咧除咗可以見到佢嘅線條之外，亦都係個自信心係越嚟越大嘅。我好中意食嘢㗎，尤其食甜品，但係都驚食得多會影響我身形。不過我有辦法，當堂輕當堂瘦，幫到我。人靚咗，仲可以繼續擁有味覺享受，生活更加輕鬆自在。Rose 而家唔單止越嚟越多 fans 支持，追求者更加係蜂擁而至添啊！係咪覺得我無論從咩角度睇都咁 slim 咁 fit 咧？唔使羨慕喎，由今日開始，只要你識得揀，當堂輕當堂瘦，你都可以好似我咁 charm 噶。想健康修身，我揀三王當堂輕當堂瘦，而家喺全線莎莎分店及萬寧有售。